位後邊嘅馬有不羈啦，咁啊中檔位置咧仲有仁者傳承褪啲啊，埋邊就方糖冇事喎，攞出去外邊咧就有加州報捷啦，中檔等緊位，新力好啊，後多層嘅馬響入邊捐上嚟，紅衫仲有隻健康快車啊，最後300米到啦，晒冷放咗出嚟跑，未換到腳㗎，咁啊一路佔先少少嘅，關鍵所在響第2位啊，大外檔啊，線路滿貫衝上嚟勁喎，中間新力好揾到位啊，最後100零米線路滿貫外邊逢馬過馬殺上嚟，中間係新力好，入邊啊晒冷，夜馬嗰匹係線路滿貫啊，跑第2名新力好，第3名埋邊係晒冷，第4名啊出邊追上嚟圖夢成真，同埋入邊關鍵所在要影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一出即勝啊，線路滿貫，外邊逢馬過馬贏晒啦！跑第2名嘅新力好，第3名埋邊晒冷，第4呢咁啊紅眼罩係關鍵所在，出邊追上嚟係圖夢成真，而呢匹線路滿貫贏咗馬，亦都為馬主攞到150萬嘅特別獎金喎。莎莎婦女銀多日，黃寶妮喺度爆個冷門，線路滿貫一出。